2D 班張啟朗，我今日嚟到呢個嘅原聚心靈嘉年華活動啦。咁我今日就要嚟採訪下玩完嘅同學嘅感想。唉，太好玩啦！呢個太好玩啦啊！有咩好玩？我覺得呢個你問下就幾好玩咯，我已經玩過一次啊。玩過一次，想唔想再玩第2次啊？梗係上得，而家排緊隊啊。哦。啊，你最中意今次嘅乜嘢活動啊？呢個測試咯，因為可以測試到自己係一個咩嘅人，我覺得非常好。裏面話我係一個聰明嘅頭腦，我都覺得非常之準嘅。Wendy 姑娘，我想問你對於今日嘅冇啲咩想講嘅嘢？希望咧搞呢個活動咧，可以俾多啲同學仔咧都學習點樣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認識情緒啦，點樣可以抒發啦，同時間咧都希望同學仔咧認識下唔同嘅社福機構嘅社工啦，都可以有機會同你多啲傾偈咁樣嘅。我希望大家開心參與其中 ，enjoy。